忙呀等呀等，等无心爱伊一人。足奇怪呢，小红。我等啊久，阮夫君也未来。莫媒人报我讲要带阮夫君来甲我见面，哪到即马阁无看影？足奇怪呢！伊明明约好今日下暗要见面呢，奇怪，到即摆阁无看的人呢。敢会困过头去？还紧来请我爷爷出来。好，来，有请爷爷有请。好啦，安尼两个参合唱都唱甲也袂济，啊，一日吵是吵我是要创啥货啦？爷爷，啊爷爷，安怎啊？唔管啊，哪会甲当无看我的夫君来咯？无看你的夫君，啊我。人阮妈也水了，就是要等伊来啊。啊，即阵到底是什么时阵啊？我困者煞叫袂记哩。今仔什么时阵你唔知？我唔知。哦哟，你一工敢唔敢知影困啊？即个已经初几啊呢？是要饲第啊，无咱就摕粗坑。啥物初坑？是初几啦？哈？即阵已经初几啊？你唔知？啊，安尼每人婆无来，嘿，奇怪是讲伊无来，我看迄人敢若钱锁的面呢。迄本来头一摆我有摕钱予伊，啊第二摆摕8字予我要摕钱予伊，家己讲唔摕，啊才来教失了，是啊有够偏见。爷爷，拢嘛你啦，你就是安尼较小气啦，要叫人做媒人，迄红包毋着爱大声包互人，拢啊安尼，红包无包互人，毋才即马发生即款代志。你这查某囡仔是有够戆呢，啊咱这阴间甲阳间有分辨呢，咱的钱应该会开哩。着袂用开吼，我说袂记。爷爷，即马要安怎咯？要安怎？那照这个时速甲看起来，我看迄媒人婆今仔日无来啊啦。无来哦。那安尼我毋着爸母啊。老爷，我咧想吼，即辈一定迄媒人婆伫甲人操空哦。伊若莫叫我即个恰查某拄着，伊若互我拄着，我一定要甲变人。我讲。小红，我甲你讲哦，你莫用去甲破坏我的好事哦。这婚礼会成功袂成功，也是看媒人婆免去得罪伊的。对，祖孙啊，你即摆讲即句就对。迄媒人婆免得失啦，得失到媒人婆会饲无家呢。迄下较早本来要娶一个阿嬷是足水的呢，啊，就是因为去得失到媒人婆，迄个阿嬷才娶无着，毋知去娶到恁这个老实的阿嬷。你哪会骂阮老实的阿嬷？无啦，你会害哦。不离照把紧。爷爷唔管啦，我唔管啦，人今仔日装啊水袂用的啦。我安尼若归去，迄自己你知影嘛对啊？爷爷你去兼差，你今仔去做媒人公啊？爷今仔日换生起来做毋人讲啊。好啦，无我来斗一转嘛好。啊是讲我要当时去。哎呦，即马就去。即阵去哦。即阵袂用哩呢，即阵初见呢，咱遐好兄弟个拢伫外口，大家啉到目目睭。啊，我若出去去互因拖来啉，我全酒醉，我毋着拄啊7点8倒。那安尼要安怎啊？听下明仔载天光我才来去。哈？你是啊？你敢去哦？你是啊，我有办法，我听我早日啦。啥物？你真是要离开我遮？少公主啊，这嘛毋是我的意思啦，这吼是阮查某囝坚持要回去的啦。少公主，这段日子承蒙你的照顾，参像你这种富裕的生活，我过袂惯势。本来是倒来去阮厝比较较好。水我袂，假使讲恁会真是要转去，我也无勉强。也毋过我要喊你三起来，将你对我所提起遐片金50两摕倒转来还我。50两？阿爹，你真是敢收50两的片金吗？那安尼，你前讲话，拢唔你骗我，是吗？红哥，原谅阿爹，阿爹吼毋是超工要骗你的，阿爹共做保吼，了遐济钱，你也毋是毋知影。好，先要我讲啥嘛无路用。假使讲你若好好留落来，我会将你当作贵宾看待。我毋是无讲道理的人，感情会当慢慢培养。假使讲你若真是要转去，要离开这，唔通怪我无情。有两条路要互恁选择：第一，钱害我；第二，人留落来。我不爱啦。红哥，红哥。所以我袂，上好你赶紧入去甲考劝，也若无我会做人详细你了解才对。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
好，搁白甲就是搁是宽一嘴安尼。安怎？你无怪母咧袂听你啦。迄阿娘你行到昏昏倒倒去，敢若干你无地台安尼咧，搁当初安尼才享受着。阿娘，你毋是带阿娘叫大夫看？对啊，哎呀，阿娘无怪你当日转来。阿娘伊讲吼，讲咧做媒人去收媒人钱，结果是收到银纸。啊，煞来即个照迄个啥物暗淡区青埔街11号落去找，搁找着无啊波。阿娘伊咧讲哦，我即敢若犯到煞的款。伊讲要当外面飘几工啊，叫咱兄弟较注意咧。对，哎呀，你讲安尼有理哦。我嘛感觉真奇怪呢。最近咱连发生真侪代志。这互咱上年讲起吼，这算歹结掉哦。小弟啊，我看吼，咱啊赶紧请这个师公吼来养养咧。对，我赞成。大，遐搁半碗饭啦，来互你食。免啦，我食菜刀啦。哦。喂！你是咧？我唔捌了，我唔捌了，那快倒呢？小弟手头真重咧，快点包落。借问个，借问恁遮有一个做唔能婆带倒哈？我阿娘啦，好，就是你阿娘。嘿啊，好，那讲到你这阿娘做的唔能是有够无意思啦。哦，做下新娘，咱这叫下事哦，做恁咧食饭。嘿啊，哦，这配套豆这嘛袂歹。你阿娘哦，讲要带两个囝婿去外看，尾仔袂食。那会无去。好，迄对面路口无你怎唔知？什么对面？阮照迄住址哦，啥物车埔巷，迄黑暗街11号落去找啊。结果哦，啥都无看到啦。好，看到迄金牛的梦啦。你有惊到？唔是啦，恁行了唔对位啦。迄11号吼，就爱注意边有一条细条路遐溜落去才是啦。哎呦，安尼啦。借问咧吼，恁唔知影讲，伊讲要带两个囝婿去外看是倒这两个无？这两个囝婿哦，真歹势吼，都是阮两个缘投的啦。恁两个哦，那恁两个哦，袂歹。借问倒一个做棍啊？有。哦，你棍啊？名啊倒一个？喂，你名啊？你迄8字写讲你28岁，我看无像敢若28年厝的。28年厝？嘿啊，迄是阮阿娘啦。哦，你阿娘28年厝啊？你阿娘我姓涂。姓涂的啊？你唔40年厝的？我嘛姓涂，我52年厝的。比你还佫较比。是啊，咱讲实啦，恁两个有想要来去看迄两个新娘子？有啊。有吼，安尼我带恁来去。来，多谢。阿伯，真歹势了，头一届来恁兜吼，都办成遮澎湃的请完，歹势啦。无啥货啦，等恁来食是客，我创一个便菜饭请恁，这是应该嘛。阿伯，喂，其实阮这阵来吼，目的毋是讲专来啉酒啦，是讲要来看水姑娘了。对啦，我是讲这就是人讲醉翁之意不在酒啦。啦，我知影，我随时介绍出来互恁看。内面的家某啊，安来的。啥要吃条条？参记爷爷。乖。你就较歹哦，你拢无叫哦，后壁迄声唔免叫哈。参记老爷。什么老爷啊？老爷啦。老爷。我讲哦，恁即摆过去两个拢爱个人认赌，知无？查某孙啊，你着爱坐我这边这个28年厝的，不是40年厝的。那你吼，你算买一送一个，你坐腰迄边迄个，知唔知？知。各就各位。这边。哪家参见公主？姑娘免歹势，来，放落来，我看你美丽面容。人家不好意思。免歹势嘛，来。是啥款？唔该。换恁。我小甲我看一个。哦，这边的。好，我看者。你手嘛手放。啥款？无介意。我